雙乳酸閾值訓練，一個唔使再久沖又能夠持續訓練、持續進步嘅訓練方法。呢個訓練方向係由挪威嘅 Marius Barken 喺2000年提出，依家有大量世界級嘅運動員都使用緊。Marius Barken 發現咗喺有氧閾值 LT1 同埋無氧閾值 LT2 之間係有一個可以維持到一定速度，同時間又能夠回復到嘅區間，而增加喺呢個區間進行訓練，能夠增加身體適應乳酸同埋排出乳酸作為能量使用嘅能力。因此佢嘗試進行早上一課速度略低嘅長距離間歇，以及下午進行一課速度略高但距離較短嘅間歇，當中會以檢測血乳酸濃度嚟準確量度訓練嘅強度，並且透過減少休息時間或者控制速度去調整訓練嘅強度。呢個方法係讓身體喺唔過勞嘅情況下不斷持續訓練，而呢個只係佢嘅學說入邊其中一個課表，必須配合金字塔式嘅訓練模式使用，以及身體回復嘅能力嚟再作調整。對呢種訓練有興趣嘅朋友，請繼續留意我嘅 Instagram 同埋 YouTube， 我會持續咁樣分享我嘅訓練模式。